打败后，在我们保庙自选的出题哈，比这个费玉清的演唱会买还强。真的，真的，我30秒时结束嘞，耶，你胜。所以你要本才个显选的吗？啊，为什么要他们个便宜分啊？他们那给味道锁住啊。哦，你用钥匙锁也可以啊。那个晚上是那种外模的，是那种王心凌呐。哇！哇，姐姐做娘心球喊吼呀，还有缺媳妇吗？这个很厉害，还是好酱哈。身体你有哦，你哪酱啦？有了。很亮。Hello， 各位电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我要數看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。太重爆跳。今日當歡喜呢來到太新竹天氣啊，我來前面嘅料理牛年咯。哎呀，新竹天氣嘅來賓哦，保廟哦非常熱烈哈，大概哈，在我們保廟自選的出題哈，比這個費玉清的演唱會買下價。真的，真的，我30秒時結束嘞。可以來呢，睇下一點，越來越好用主食來聯絡情感嘅冇錯。啊，根本呢，你嘅平生欣賞啊，哦，有好朋友、老朋友，當叫我嘞。當叫冇看到呢。而且大概看到佢嘅時間，就有一種那甜蜜蜜的味道，因為它甜點來了。對，甜點來了。好，馬上來分享到我YouTube片嘅係唐英平唐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唐英平。阿杰冇看到哎呀，這片也真好吼，大家都看到基本呢，還有南外嘅啥動戰道師傅，按到七牛鳳七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馮大家好。七師傅你好。很期待今天他們倆的組合哎。因為家德可能會給我們不一樣料理之外，也會給我們的要給來賓冇共嘅意見。冇錯。來分享到我呢一組哦，係super白姊妹嘅，分享到嘅係秋蓮子、老本 B 子。歡迎。大家好。哇，今日很做嘅姊妹裝哦。哦，感情當好呢。大家都看一下咱隨後面係來自富橋嘅表姊妹檔哦，按到七人柱老烏水子。大家好。哇，哎，感覺四個來賓全部都是有備而來，西山你們本身就有認識嗎？你哋係好朋友嘛？本來有認識嘛？老對方有認識嗎？有認識。啊，假使有認識咯，跟下手我夾到哦。就要更快很準一點哈。那問一下我倆組哦，馮翠姐姐係對富橋來嘅哈。富橋有乜嘅好教好食好料，老太請來小記下。我到啥富橋哈，因行到個富橋路街先有一隻披薩店，有客家料理的披薩，當特別的口味哦，大家做得而家等呢品嘗一下。嗰個係個三鋪嘅好素菜咯。嘿嘿嘿。哦，行行啊有好搞好看，有一些好食的東西。嘿，錯錯錯。不過我們但像係披薩甜甜啊，他講富橋行嚟行有咱個一些蔬菜哦，做得來零價比哦，對不對？對。跟景點按到嘛個做得推薦一下。富橋後山茶蘭檔，啲檔醬係茶蘭，風景檔醬，何天時嘅時間做得人看台灣海峽，啲晚乜做得看日頭落山，暗晡頭欣賞夜景。慳慳啊，而家慳慳聊聊下哈，做得點價比，咪當到個特色嘅客家料理好食。所以按用糖起來哦，其實來到富橋，我們但像係羅街甜甜啊，還有當到嘅蔬菜啊，還有當到嘅食物都好食嘅美食，就對推薦大家共下來分享。冇錯，下一拜呢睇茶咗來到富橋嘅時間，唔但唱去休息站停停咯，就得停下來行料一下，馬上來進行體育館嘅挑戰。料理逢6點。兩嘴會用現改嘅方式結添主要食材，沙等完成自天愛做嘅料理。啲料之前唔啲會觸到馬街食材嘅情況底下，兩嘴會用啲太緊張亂分分毛。還有兩嘴冇觸到嘅食材，你會由主廚來做示範，到底會變化出馬街上唔到嘅料理呢？最超級、最神奇嘅比賽，馬上開始了！馬上來進行體育館呢，就係你眼前的那個料理逢6點。唐公裡面有食材呢，好像是針對我來的。因為我抽工對主廚來講冇挑戰呢，希望主廚可以抽到。對。你自己講的哦。哎，可以。走的。好，首先係茄汁蝦仁燴豆腐。哦。哎，
哎，这个很有可能我会问下移，我就会问挑夫哎，呀不一定吧，第二关吧马。盖。好，先来看马上有出那个猜拳。骂啥了？猜拳。马上。好，随便拿这来，先猜拳。剪刀石挑布。判。好，因为剪刀小阵哦。好，输多3场来打开哦。好，1、2、3。哇！恭喜！哇，天通啊，是吹本来都抽到嘞。这个是因为本来要抽到豆腐，后来抽到海银嘛。哦，所以另外一个是挑夫的嘛。对，是不是会本？可能哦。我先问，来先问，敌度要给恐怖食材是活的吗？好，那就 OK 了 ，OK， 那不是活的我都 OK。你你要缝哎呀缝哎，这周的是红的。不要抓。来，好，1、2、3再打开啊。好，来，1、2、3。这个是恐怖食材。哎呀，你们真的，我们心脏没有那么弱，吃哎，事事如意，好事发生，好的。你确定好事会发生？会发生吗？确定哦。来嘞哈，我看是咪好事？你要来讲一下。1，坏事会发生。嘿，我看你啊。 1、2、3。所以你要本大家显血的吗？我不相信这个茄子有办法入到里面去。好啦，医疗三吼，看起来根本你的来宾哦，选手的节目是 Sally 啦，先放轻松了。好，马上出来金行体育馆嘅挑战。好了，紧张时间呢，马上到诶。不过讲正经呢，4位参赛者哦，都唔是紧张，正经紧张的到底啊。好啦，你会做饭呢？正经。好，也嘅来先来问下风吹嘅参赛者，你哋有信心吗？有。3对。非常有哈，大家都看一下咱就去到下运了哈，有信心吗？有。看台上哦，那我问你嘛，你有信心吗？有。好，第3马上倒数3、2、1，抢开始。昨天快洗走喽。 大绝招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当摆盘就好了。哎，大白和孙红，哦，很可爱耶，就是熊熊吃豆腐啊。我觉得可以哦。周对，好。你只要讲出一个道理来就可以，反正不会有人给你给分。系啊，你要喊啲个熊诶。我是先看一下企鹅摆做啊。来。诶，个头摆吼有哪个企鹅哪里做过料理吗？入菜啊，有吗？冇呢。我们姐姐手在发抖了。有啊，有发抖。 要给吃的啊，佢就有甜的，渐那可能会有一些焦糖出来。哦。该当上啊，就伫个做个南瓜农摊为胜建国嘅向门人会出到系安嘅上巴系啊。刚刚说农摊哦。南瓜农，系啊。南瓜哦。南瓜农。你们等一下的酱会绕市府落去走，也系买个部分然后抢市府落去走。你家做未做得啦？莫牛，你先做你刚刚嘅战略，先攞去準備好食材，我們等下回來就可能要用廚師天數嗌。好，好，等下收進來哦。是咋個形狀的哦？哦，啊，这可以學錄哈金呢。嘿，你抓什麼東西？這個拍拍黑馬仔。太白粉。哦，啊，為什麼要他們個便宜粉呢？让那个味道锁住啊！哦，你用钥匙锁也可以啊。锁是锁唔得啦。挨到大家个染入啊，这哦，其实佢对个甜血酱条哦，就是算是蛮熟悉的了哈。他们家专出明星呢。真的哦。来自己讲。这个讲。最厉害个。那个外甥是我老妹妹嘅，是王心凌呐。 目前的歌星，王心凌就是甜心教主啊。他那个，他那个老太呢，七众人哈，这叫客家的电视台主持人。杨不卡全部都会认错耶。好啦，太卡腔腔啦，太卡腔腔嘿。啊，基本手都系哈金嘛哈。我们的战术上有嘛个冇强用哦。那个添头哈，就用滚水哈，先让佢烫下，好，当佢泡下冷水，本佢把它呛，等到湿气都把它松啊。好，你哈人啊部分爱，哈台章啊让佢开背一下哈，一点染韩国叫胡椒粉。 还有台巴粉，让它黏黏哈，按摩一下，比较会软 Q 啦，也会锁住它的那个虾的一个甜分，这个样子哈。连出去杨不卡真人都懂会讲法哎。什么鱼啊？什么鱼？俺懂哈，我去想了哈，什么。
好，那我们就先过去了哦。好等一下找等一下沟都再来，因为他们会用厨师天数来嘛，哈。好， OK。哇，哎，好漂亮看到这哦个！皮了嘞，哎，冻酱哎，其实进去皮到个焦香味，甜蜜出来啊吼。因为饮品线上係凍球摸落嚟，問一下，假設你手到個起了哦，你會用慢手嗎？它有线桶哦，用那个烫的水啊，它里面就会有那个柿子的甜味，哦再去煮那个茄汁，哦，用它那个自然的那个甜味。了解，好厉害。姐姐，等下你有六升没有用厨师天数眼，你要就这个比下表现一下嘛。哦有，哦，要可以啊，要，给他的雷发镜头太少了，我们让给他一点镜头好了。对。哎，你问 B G 啊，他是有公道发，我先问文慧姐好了。等下用厨师天数来哈，要现在用吗？加提味调味道。哦，全部係啊，哦，好。好，阿毛神，这先那我们就等一下张都正来了哈。好，这个很厉害，拿去好酱哈。真的。你就我有哪酱啊？有啊，薄芡，都在係幾多泡，这个就泡个时候嘞，这么琉璃芡，琉璃有这么高级的感觉名称，很贵耶，感觉好像是一个人的名字，像陈文茜、琉璃一想溜啊哈。哦。又快跑又正差呢。真的把我们原本小小的快把虾团圆呢，它台扎，咬起来也比较有口感。比较有分量，没动种发啊。嘿，这个很厉害，拿去好酱哈。身体。你就我有哪酱啊？有啊。台咖偏酱。你要得给你，我要拿拍白粉。哦，来，给你种个紫风黑，水有吗？嘛该撒起的啊，嘛该。快用啥？用它参加一只发通。哦。哎，撒起也发通了哈。啊。现在我就炒洋。继续来动手问一下，借用一下1分钟。假设不看好，就用手只太面线哦，该心情会用办呐。请放鱼呀，鱼有容焉呐。啊，跟我妈的想法一样。哦，那张妈妈。好了，讲转来吼，因为记得等一下会用个厨师提出来了，我们这边要先用吗？唔是用未做得啦，哎呦见到冻火嘞啊，你都弄处理都弄好哎。刚刚用一下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吗？对，我现在就来用了，好吗？你确定吗？我确定哦。好，哎，通关美肌有讲一下。厨师，请帮我。其实，习主厨，请帮我。礼貌，来，杨家煮的咸呢。来弟呀。他想让你在做小熊软糖之前有一点预备。然后先让你暖身一下，对啊。款好嘞哈。其实像开始。好，你头毛都酱哈，放去炒香，放个番茄再来切红薯，炒出来。嘿，两点水。水。那个烩的部分呢？调味。烩啊。啊，等下豆腐剩下去，烩的部分，啊，等下水面上勾一点薄芡熟的，豆腐先下去煨。哦，然后你用它去讲一下哦。会洗汤吗？你等下让试试看哈。等一下加个便宜份水嘅水之後，天出去攪匀哦。好，你要放去煨，好的水樣過一啲。啊，好，我倒數嘞，3、好2、1，時間到。兩號打爽。好。如果該師傅剛才講嘅薄芡都在係幾多泡，這個就泡個時候咧，琉璃芡。琉璃有這麼高級的名稱，感覺很貴耶。琉璃芡，真的是這樣講嗎？感覺好像是一個人的名字，像陳文茜、琉璃一想溜啊哈。哦，對。我知道記得要用先處理蝦筋哦，等下大哥全部加落去哦，會動聰明的哦。好，好，我們要過去了哈。先煨一下哦。哇。哦。我們剛才沒有查，沒有這個一定要交給師傅了，因為後果讓他承擔了。你有冇按到水呀？怎麼這麼多水？怎麼樣呢？有加水嗎？有加一點。哦，好，沒關係。你用啥動厲害？你看，我先助理一件事情，我先把這個鍋拿掉，我覺得他會用到。哎呀，水那個倒在火按過落去開下去啦。沒錯。啊，你用啥？你要創關美肌要強下講哦，來轉過來。好，來預備備起。師傅講出來。我唱嘛啥？哇，像什麼？好，來預備備，3、2、1，倒數開始。唔係，計時開始。토마토先炒過嘅嘛，咁啊群到咧。
我要炒番茄酱。哦，要再快一点，师傅。哦，拍水。面上因为先让你优雅放旁边。的。好，好，你看基隆山看安宁静呢，啊，你还多枸杞啊？对。哦，你看摸礼佛是摸佛的哦。对，它酱跟佛同嘛。哦，对，那可以关离火。好，把它倒过来。哦，很强烈呢哈。那听说现炒锅怎么用？怎么用？水不会太多吗？因为等下它勾芡，它就会收汁了。来，4、让它煨一下。 3、1，放下去。起get 对，现在放，然后待会勾芡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哦，也是薄芡吗？对，我弄三特夫哦。好。你补一下，各位姐姐，等下你嘅勾芡有冇？一个重点，一些些就好。好，千万做唔得边做蚵仔煎，因为要做还真紧冲冲的啊。好。哎，按照差不多。我有一个问题，会会觉得这个颜色有点平平，要加一些吗？胡椒粒吗？看你们决定，一点点。刚刚有力时间差不多哎，马上来倒数，好，8、7、6、5、7、3、2、1。起get 马上就会吃吃看那铁管地度，那部凯米西卡站的嘞。耶！好，两组呢，一个除到笨蛋的色彩，而另两组呢，除到有挑战的色彩。不过呢，系当对时嘅，马上来吃吃看呐。我们红队的料理，一定要吃吃看，我们这里有剪钩哎，两个吃哎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假设音乐看好，要企鹅听到哦，两个那是热菜，非常好食嘞。吃的老蛋头妈都将当沾到哎，因为佢本身是甜的东西，所以完全不违和，都夹完全当沾到。还敢讲啊，煮了当好食，特别摆走。好吃嘞！我哋刚刚有咸香都来剪剪呐。嘿，哇，好厉害！好吃。文笔紧之后嘞，咱嘛饲到了梅头当好蟹，当好。意外的跟那个台湾都中同夹吼。对啊。好吃好吃。你刚刚很多问讲民族用个赛失败了，对不对？说还没吃，怎么说失败呢？真嘅懂真的。哇，出乎意料的好吃哈！来，咱煮阿姐老大家分享嘅一道嘅口感。一个口感嘛是挺新鲜啦，我从来冇食过，甜起也做啲醃菜哈，非常非常的好吃。最近阿姐，你觉得呢？当特别啦，一般我根本没想到广东去去做菜。跟下七师傅还偷偷露出这种鳗鱼的小容分来看到。我吼两下完全就好好眼本吼，就去到个天通的哈军的食材哦，哎，会不会也是出乎意料的好吃嘞？来，非常的 Q， 非常的弹，就是卤狗狗来摸形容。而且那个下工呢，有些溜溜卤狗狗后啊，其实唔会给种算是有一些手捏法完全去除了，各位懂一米哦。偏其中用吧。伊袂煮，嘿，冻袂煮，煮了冻好食，跟虾仁哈，煮到唔会讲安尼柴柴的，嘿。文笔紧之后嘞，咱嘛饲到鸡调味调的和当好蟹当肚吼，嘿。好，来看一下染柱阿姐，来请讲评自己的料理。今边我食到两个梅头哈，是俺福卡偏向煮菜俺的梅头啦。那石头你留下让到的动作的小小细节，比如讲，跟哈金就先开背，就先入狗，就先见狗，所以我觉得很多的小细节，可能有时候，这个魔鬼藏在细节里啦。可能基隆沙吼，现在已经觉得说啊，你用嘎沙你有你办的拼粉呢。好，等一下就本师傅来手里了吼。紧张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，先来请你的童师傅抢本分数。好，风吹一分，你就太激动了，好开心哦！好，再过来看一下阿峰哥抢部分数。风吹牛的安哟，公平哦，严峻公哦。童师傅抢公平。那今天把分数不应该红队哈，因为那是有该柿子它经过油煎之后，它把那个糖分释放出来，而且哈，今天该豆腐有入味，对，有酸有甜，我觉得很好吃。蓝队这边的话，虾子入味，可是呢，茄子的味道稍微淡了一点，就是豆腐比较再入味一点会更好，所以我今天把分数给红队。红妈豆浆唔烂呢，那就要问问徐师傅喽。
好，那个换一个。哦，我无本对象，我的想法是讲吼，佢个柿子要真紧讲，煎过又该香味出来，佢个甜分没有做出来。哦啊，头毛都仲没有炒过，炒到冻吼，该综合味道是咯，真紧冻好些。啊，第二片我们本蓝队虽然很爱煮的，是正常讲嘛，讲啲啊，小撇步应该虾子开背的时间应该长年有啊，有辣片，是正常做完原，真紧没做冻吼，真紧心毛。唔怕，因为糖果咧盖卵这地鬼都该骨头啦哈，又来就糖果啦哈。我觉得两组真的都很棒，中上鼓励一下。不错的料理风流等下关哦，除到嘛该食材呢，对于食材不一定也该就真正好发挥哦。尤其啊，还这大魔王冠，看似非常可爱的小熊软糖，都带有老头妈都将老豆腐补强下呢，来唱齐师傅来表现呢。耶！哎，你有没摸耶？真的为，而且为他欢呼、加油打气哈！你看到两个后，就真的很想问说，你要不要就是把它当摆盘就好？很多东西是当盘饰，哎，我们直接盘饰，盘饰直接活的，或者是你当彩椒的概念，彩椒，对，这个就是想法的啦哈。了解啊，完全没想法。对，你的一世英名可能就是会栽在小熊软糖上。我先问一下，我帮厘清一下，你要通过也是破过吗？等下看实地哈。好。那来介绍食材，你还嘛不用再介绍。不用啊，提下来的来啦。啊，你马上定去都开始吹了嘛，咱先开火啦哈。所以真的是用水锅哦。水锅哈，水锅我等下有捅洞隙哈。啊，你俩喊做能那个捅了吗？哦，好，帮你透好啦哈。好，我都做搞哈。好，我豆腐用ram哦，豆腐先通过哦。我等下豆腐要落去烫过，烫自己还袂定型，还袂又加豆腐又加梅糖，因为我都基本用係加嫩豆腐，咩鸡蛋豆腐还冇梅糖哦，所以我都先切豆腐。哦，当掉强壮。学好长。所以你建议搞出太卡豆腐卡用盖卵豆腐，也系了一摆豆腐。鸡蛋豆腐还好啦。哦，强壮应该切。哦，我都先变去变烫一下。不是通唔会烂掉吗？不会。啊，豆腐唔系做啲直接食的东西，直接食。你可以直接吃啊。系啊，可以吧？豆腐可以。好，有洋葱。啊，葱挑起来轻刀系。应该绕在豆腐会差不多吧？差不多，因为切熟了。我觉得这两个大小完全是为了配合小熊软糖。对，冇错。好难想象哦。都难想象哈。观众朋友都天司机面前面都有熊坤啊，都带要给小熊软糖，你猜是不是疯了啊？好，俩冰当油。变态的。油。好，放去白香。你到现在不敢面对小熊软糖，对不对？嘿。但最后面会不会只有番茄酱爆豆腐啊？不会。好，应该代替一下观众朋友们呀哈。这真的是你自己造的孽吗？哎，你建议去做大夫准批哎。要挑战不可能嘛，好吗？想必你一定有想法了啦，这样我们就白担心了。你也你敢拿出来？我应该用讲起了哟，我这个起台已经在这个高度了。那张小熊软糖就不见了耶。我。连他打天爬不能动保团体，我去走掉。还是你要把它当成猪皮的概念在做？猪皮没做对。它里面是胶质吗？没吧？没，是果胶类的东西。对。然后番茄酱看到。其实哦，摸做个小熊软糖之前哦，该铺一会差不多嘅吼。嘿。先去炒香来切红。炒香强壮看。有吧？乖乖要通一点。啊，应该还嫌咱嘴个头毛头酱唔辣吼，你自己要多放。偏爱么？唔偏爱啊？唔偏你哦。要继续应该啥？哦。好。讲下俩小熊软糖他们变哈。好俩。真的是当摆盘啊？冇啦，冇咁简单啦。把它先变落去。哎，大家就看到师傅切豆腐，它中间唔系直接切落去，佢系切。切咯，啊，豆腐同好咧，哈，同到冻酱哦。系啊，冻酱哈，我给它水倒一点落去。哦。用豆腐捞呛出来，水啊。好，要小熊软糖咯，主角来咯。要做什么？你确定？
确定哈。它会薄到出卡嘞，给我薄圆吗？这个是要干嘛？摆盘哦。嘿，我等下有摆盘呢。不，因为软糖基本上的胶质的东西，基本紧煮紧好香哦！有哈。我闻到那个水果软糖的味道了。哦，有哎，有哎。哈。哎，可是我还有一个要求，会不会煮完已经看不到小熊啊？对啊，机会法贴吗？法贴所以应该当白我表嘛噶小熊啊哈。所以你的会的勾芡就会攞自己本身的胶质。哎，好来，差不多那这小熊软糖就不见了耶。哎，我。哎，连他打天嘛，不能动保团体，要去做掉。哎，真紧呢！变魔术哈，所以你要就会，不是便宜分。好，两点二水。还好会便宜分哦。点高保。你这个有干嘛？50。有就够50哦。哦。因为该小熊软糖去化掉之后，佢也添唔到地板的。因为搅哦。搅哦。摸死就变嘛个小熊软糖。哎，可是这样子你得寸而直，大家真的不觉得有跟小熊软糖有关呢？对啊，有啊，我点解无了解不用当板？哦。你还是偷了明珠的那个想法。哎，有啊，哎有。好，来勾芡。哇，哎，真的有点哀伤哎。刚才还好的小熊就唔见了，小朋友莫叫哦，对，莫叫。我怕小朋友看到这一集会哭哎，小熊软糖嘞，哎，有点期待这味道，这是当羹汤来喝吗？因为我今天蛋肠用皮也是冻香的梅西嘞，加小熊哦，好，茄汁小熊软糖烩豆腐，按钮就好飞喽。妈豆浆楼灯也给小熊软糖了，挑夫 Q 包，心情很复杂哎。谁要先开始吃？Q 哈不好意思哦。你来好嘞，其实不。我来啊。好啦，大家听下来试看吼。其实真紧冻咱是心中嘅地袂住的梅事呢，因为你讲佢甜的吗？我讲佢甜，没系汤嗰种甜，是糖果的那种甜。但是其实是好吃的。佢雖然講已經發開了，可是會有一個狀況，佢比嘅蚊牙同還較硬。古數講，牙齒都講，如果丟丟都要後連頭要打邊，我硬到。莲红菜哈，真的是让我想象中想不到说这一道东西可以这样子煮。是啊，也不一定，以后不一定要这样煮，没关系。对对，还可以煮给小朋友吃，是 OK 的。哎。文斌阿姐，你知道嘞？我吃了今日来到安尼偏师傅安尼福疗人才大开眼界，仅仅两尾头冻香，水果的香气冻足，吃起来很像是甜汤。嗯，对对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染珠阿姐，帮我们讲一下两头哈冻特别的料理。看到两蔬菜煮好的时间，还是很惊艳呐哈！让该小熊软糖用下食的时间，前好食，前用梅头当香烟，还嘛两蔬菜嘛用到当茶饭呐。非常哦。水晶阿姐咧？我感觉用小熊软糖，是嘞，先去咬到小熊软糖有香气啦，冻甜甜啦。观众朋友转到福卡开虚接的，假使成个下课啊，转到福卡好，莫买食欲给虚接。其实这道菜蛮可以批耶，我觉得小朋友已经够冻体饭啊。那我们通师傅嘞，读一个甜点哈，非常专业的，也帮我们评价一下。加入小熊软糖啊，就是有一种很特殊的香气，吃起来不会甜，可是又不会很死甜的感觉，就觉得说，哎，还可以一口一口的这样吃，很特殊。大家都真的可以懂自谁啦，你对徐师傅真的很好。我要讲我自己心里面的话，真的在家里面不要加小熊软糖继续煮好吗？但是我觉得可以这样子发挥已经很厉害，但是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讲，你用起来过后真的很黏。古手讲呢，
还是单纯吃小熊软糖，会是最好的。但是黑等于创意嘅，因为我们都就拿那个水果软糖呢，其实当杠咪的，太几讲黑讲做工，因为熊村妈咪头，不如你在家里面来试试看好了哈。刚刚头前的黑2-0哦，蓝区要加油喽！马上来进好最杯米馆的挑战。料理有意思，踏出料理嘅背後都有無同樣嘅故事。啲主題公布過後，兩歲愛找定題目來做料理，到底會有乜嘅神奇嘅，也係感情嘅故事呢？大家夾夾坐好來，一家之主上菜了。今天的都会西给姐姐，我们今天这一关的特别主题设计，算是很温馨感人的哦。系啊，因为吼，以圣经去动冲啦吼，爸爸妈妈做在看到你的奶儿啊、妹儿啊，从台咧，你做在结婚吼，你要过上吼，其实这种陪伴会动感同音诶。我唔知道，古时讲呢，迄个尤其变化哦，蔡现场的隔壁妈妈一听懂，希望这比起来妹也好啊，现在心球也好，然后给周年嘞。韩国根本你的师傅每日日上要对热热串，非常的在行，系吗？马莎呢？啊。所以哦，等下去试沙吼，就会做个料理，系让热热串有相关哦。我唔知道这题目呢，很多。为爱而生月子餐，因为爱将做出了爱的料理，做热嘞加爱食的料理。好，公段呢，雄心太极听同于上班的。我先来请问一下，凤吹这个为爱而生的月子餐带来的菜苗都嘛开3杯天贝。3杯天贝，天贝系当好的食材呢。上摆是像系阿志师傅，阿志师傅就带来系摘菜嘛，对对对，来先问一下，也有嘛个故事嘛？也种菜哦，爱该时节做热，该时节爱酱用当上爱，因为爱下手新药，所以佢经常爱请爱做一些的东西。其实拜托朋友去买到聊天贝，我冇试过，佢提日白主公爱食到记忆动深刻，并同爱新冠毒对吧？所以这里哈，我从啊食到了种菜，我只想同爱酱用对爱当好。哎呀，就万主必生。对。所以了种菜爱福气，人爱强讲爱酱用。你讲爱煮，还帮爱辛苦冇要做嘢，爱嘛在煮了种菜，本辛苦冇要写。听了真的好感动。等于迄种家用下辛苦的一种爱的表现。好，既然这样，有爱的料理一定很有信心啦。问看那凤追有信心吗？有，加油！再讲到问一下咱这个阿姐吼，就是根本要带来个为爱而生热热串，我做个菜苗按度。树豆烧鸡。薯头烧盖，我哋薯头烧盖系你妈妈做本你做热热食的，也系你做本你妹儿食的。我做半按妹儿食的。哦，嘿，个故事系乜嘅？一九咧吼，当多年前，我贵家人去屏东去丽乡，只有看到了当酱当下面的树豆开发嘛吼，啊我是当个店母吼，当去聊天，其实当我讲，你系按照树头，才个原住民的。部落地北度哈，其实讲个贵家人是的啦哈，虽然人家是多啦，给嘛当做体力，就在于手打量嘛哈，他一了婚姻家做热的时间哈，是多叫补身体啦，啊，所以让钙强下咗哈，就在补身体安尼。他泡面是按某一种热，他开始走掉卤菜本期是安尼。唐讲系佢准备要生的时候，拄好个薯头开发系冇？系。就是刚好这个时机点，继续感觉讲，那薯条吼，那跟妹儿哦，这个缘分啦，所以根本要做个料理哦，继续系对那妹儿个为爱而生的料理，系冇？所以等一下梁稍微加油喽，好，改下体质罐哦，一动香嘞，对不对？我们真的要加油哦，好，台上队哦，有信心冇？有，好，加油加油！好，3号的两关呢，带点去甲深度红的爱，好好的做出一个为爱而生的料理。比赛马上倒数，3、2、1，这样开始。开始走。根本的主题啊，我是说，等一下七师傅做的要好好互相交流一下。我觉得也可以学习到很多哦。原来哦，大家不卡做跟热热串冇买穷的。对，是真的，而且他还特别出了一本书嘞。哦，真劲哦！在树苗按到。为爱而生啊。哇，所以我们这有抄袭的嫌疑。我的题目。好了，不过真的每个家里面都是由爱出发，对不对？来看呢。
哦，也还有你刚刚讲的副菜有一件，嘿吗？对，今年我带的天贝又上种口梅，哦，哎，我们还有带秘密武器，要吗？该那个是那是喝醉的吗？那个是哦。哇，哇，姐姐做娘心条喊吼呀，还有缺媳妇吗？今年我带的天贝又上种口梅，哦，又翁头、木头，还有个鹰嘴豆，嘿，鸡食起来个口感摸摸口这个很营养哎，高蛋白质，都蛋白质非常高。真的。因吃起来翁头到木头会稍微哈 Q， 比较 Q， 真的跟鹰嘴豆会比较绵密。好，我们等下回来哦，哈，好，加油！来！哇，最後坤媽媽煮一個本新橋每個部位料理。讓我分享一下你一片準備嘅食材好嗎？係啊，係啊，我要準備到咧雞肉、薯頭係主角嘛哈，然後我會加一些客家元素，就是青菜。啊，香菜哦，姜嘛是等下不要加雞肉嘅哈，香菜、香菜哈，枸杞就有一點，本雞一點甜味啊哈，沒點是係點些下醬咁樣啦，它主要啲薯頭先脆熟，它呢主要啲汁倒入面，汁倒入面，對，薯頭放在這邊，營養成分全部提高。對，這要汁俾人家食，我都用。你真的要那個的話，你就喝。兩個這個種啊，用它副料咪就種樣。這個種啊。係。因為我用嘅時間就是開發的時間，讓他覺得很有緣分。我們11月生嘛，啊，我10月份剛好樹豆開花，咪認為我起地上看到個樹的樹洞醬，快汪發一小一小朵的，有黃色的小蝴蝶飛過來，很漂亮。認為安因引起我的注意，所以才跟樹豆結緣。有燒雞嘛，就是有一點的那個醬油膏或醬油的那個味道，這樣子哈，讓它有一點點的味道，這樣子哈。所以應該入果安哥落去煎的呀。嘿，哦，煎安因嘿。等一下，再用這個樹豆汁去調味一下，要給它去煨煮一下，去燒它。對，是燒它。這兩道菜真的太棒了。一款雞味道兩罐外張吼，真的拿出比美不齊嘞。真嘅。好，都等一下都這來哈。好。就是你那個好了哈。哇，好香哦！哦，別姜花就水姜的時節嘞。我們那陣就姜嘛，它就蒜頭哦。哎，我們還有帶秘密武器，要嗎？該？那個是那是喝醉的嗎？那個是醬油。哦，頭油嘿。特製品的，還有秘。咁啊，個貼片是加帶頭油來。我想我去個準備點啦，咁冇會去接對用到。你看我們煎的好漂亮哦。哎。我們是嘎桶哦，對，還有桶哦，上醬，嘿，三杯它有糖，有表湯，炒糖，分給糖色出來下醬，嘿，哇，醬嚟食。哎呦，真緊這落去是凍香嘞，對，糖色。這裡要煎好了，要煎好嘞，嘿嘿。哦，韓國加很爆骨呢，嘿，還有頭油、酒。那麼個酒係冇可能嘅酒嚟啊！冇米酒啊，我想去個大細罐下放片大啲，嘿，有頭油咪係去個大細罐下放片溶。哇！姐姐做娘心條喊吼呀，還有缺媳婦嗎？我來個饅頭。啊，饅頭？饅頭。哦，你還酒會加紅豆哦？嗰種嘢。哦，香酒嘛。係種香酒煮嘅，冇加水係。所以我煮比鐵，對不對？對，分幾煮的給酒精會發掉。好，你等下就差唔多誒，你過嚟看一下。切會落去哈。係，還饅頭。好。哇，高位觀眾！等一下一定要幫我咬到樹豆好嗎？跟咬起來係乜嘅口感啊？粉粉呢？軟，一點點粉粉啊！凍緊種嘅感覺哈。屬於潤哦。你有冇跟準哦？然後那個味淋在哪裡？咖味淋。哦。那個燒啊！我的那個燒有干嘛？不要緊張。那你兩個有煮的吼，都唔是緊張。好像沒有味道。今日煮場應該日式凍飯嘅感覺樣哈。那飯呢？冇飯哈。就加一點那個，加一點。咁咪計。我來聽說。米酒。哦。米酒。哦，一點就好了哦。那個剩下的味道。跟香蕉，還冇什麼麻椒啊？麻油啦，加麻油。哦。
点下香味。其实看伊安用几千安用上去，然后味道也会很加入一点客家元素，快好了。客家元素熏菜嘛，对，到香菜。哎，最近哪只我看还有那个是种头是嘛个？也是毛豆仁，毛豆，哦，毛豆仁本身嘛冻就已经让啦，蛋白质冻。加一点烟，给它一点颜色，看到它香音呐。那你刚刚在威胁他哎，我给你一点颜色，就给它颜色哈。我给你一点颜色。这就差不多了。3年来你的笑点还是同一条路线。对呀，给你一点颜色看看，好吃，好吃。所以你抓到我的笑点。所以样子差不多嘞。对，差不多嘞。哦，好。我再加入最后面加入这个枸杞，这样。那我们就要来倒数喽。倒数了哈，加油！8、7、6、5、7、3、2、1。时间到，马上就来吃看那料理馆的为爱而生的月子餐，都带哪一组较赞到嘞？哇！今天真的是挺幸福的，拄好呢，季节有些转弯哦，有些冷冷哎。所以大家眼泪船啊，被补一下，大家一起来补一下哈。好，对风吹开始来洗哦。好，来，太香哦！而且这都已经10分的软烂呢，各位呢用副菜油来煮，米头老油买就较温补，唔会用较辣哦，还很温和这样子，懂咱们的？完全让我跟阿菊师傅上摆做的摸球，因为阿菊师傅做的，伊会见到硬叉叉的，不过你还汉语效果吼，全球哦，咱许多你吼，真紧。很好用哦，摸用人感觉啦，不过你很好用。猪都冻好事啦，那点吼，我嘛偷一白吃。因为我摸实在，你说我地方，嘛个落天贝，所以我今天大开眼界。好专业，爱好专业。200煮，煮不娘不看脸色啊。超，好食吼，好食，好食。文飞姐，这道鸭跟面头有像假样，给谁做你的面头吗？当时吃到了人才是当上当爱干样，地等爱当好，心里吃起来就当温暖，嘿。你一听大家一样像，然后你就改变，然后给油好啊，对，好吃，真的好吃。啊，你染做阿这嘞？今天是有料煮菜哈，挺好吃，挺香，好吃，多挺好，最近阿这嘞？我哋也是传统的做嘢都係串啦，啊，两种的素食的材料，食材提一百款多，嘛当好食。其實實在未做得食到凍肉營養哈，炸過來吼，咱喙今日帶來凍厲害哦，日日來食。好，來吃看哦。哇，一個堅又含 Q 哦，因為而家留嘅整酥體嘅水啊，放落去 Q 下來保住哦。這種穩薄、溫潤嘅味道，全部攞到堅肉地都當真的。哦，何時當喺真正講出來嘅。個蓋樣哦，最近嘅燒蓋嘅區節哦，就是變到那種老柴，我哋完全唔會當幼梅是之外，還個 QQ 軟軟的。佢哋素豆、豬豆當粉嫩啦，哈，唔會講條面那樣當好食。好食。為主，為主。我每次吃到咧，都好呀，來嘢饅頭啊，你全部來好專業，南辦個做阿婆嘅時煮本係先啊。今日來學當當，我嘛提白食到了素豆誒，安樣煮當好食，啲梅頭當煮好，吃起來當溫和嘅感覺。都帶上色鳥煮，所以看節目家就啲嘅，就再看個幾鳥煮完嘅。好，阿然做阿這咧，你覺得你自己做得如何？然後日走不按模式的，然後係種反應還不錯，我們講好事嘛哈，所以佢大擺裝美幹，就講我不卡，下把用面湯來。因為我熟的變相煮出來就表年肉啊，所以我哋煮料出來的挺香的哈，大家是都一飯一啦，講一回事。那隨便阿姐呢，你覺得這道菜？還是許多特別的傳統的是講做蓋球啦、卵球啦、嘛蓋豬肉啦，啊，你煮起來也適合中夜式的一道菜啦。而且吃起來有它的香味啊。等一下梁三師傅、兩位師傅的準備哦。好好來幫啊梁主來評分一下咯。好，緊張的時間馬上就到了，來請師傅畢業你來指教一下，先請童師傅搶分數。冷水。好，再過來看一下阿鳳哥搶分數。冷水，對準來咧。童師傅搶公平。
俩白啊，我觉得这2队分数都真的很难评，都各有特色。红队这边偏贝有先见狗，然后再去煨煮它，吃起来的口感很松软。然后呢，这种天气你用苦茶油来煮的话，有滋补到。听起来你刚才是举错牌了，对不对？么，俩边没动喉，蓝队没动喉。那蓝队这边呢，因为应该树豆有去狗溶改嘛，可是又不会太超过，就是口感刚刚好，然后也干油又很入味，然后弹性很好，而且还有那个树豆的自然的甜味，所以我把分数给蓝队这边。啊，大家都要抢一下做热都出来转告，然后梁主来好好来建议一下。好，咱某本甲红队的想法是讲吼，去甲调味的过程又要香罕一点的，做热的下时咧要就是比较清淡，香罕一点，应该调去够做得冰，你咪做得冰一滴了，咪做得。哦，是这早就安样甜啦吼。啊，咱无本两片咯，佢的速度真紧。佢脆的时节又脆本去烂，啊，该速度会该滋油么落去煮。真紧冻好食，啊，去甲树豆未煮好用，啊，更有时都未煮好冻好食，哦，所以应该分蓝队、红队，感谢。虽然师傅有专业的建议哦，不过我觉得妈妈们对某一个爱哦是无法度来评价的，真的，妈妈们对女儿的爱都是100分。冇唔错。用主都表现到动赞表，马上就来颁奖喽！好，经过的呢，第1关咯，第3关呢，个挑战过后，成绩已经出来，2组都系大头名。恭喜恭喜！先来恭喜冯翠得到1500元的加菜金，恭喜冯翠！大家来看一下咱是咪动厉害哦，后来居上逆转胜，恭喜佢1500的加菜金。谢谢。好，今日正当欢喜咗邀请到2组来参赛，先来谈一下你秋年期老太家分享一下了解参加的心得。当欢喜啦吼，讲今日来参加了一家之主哈，了的节目，从来唔是录两个哈，我当欢喜，当欢喜，对，安安先生嘛就来呀。哦，客气嘛哈。对，恭喜，谢谢。而且记得都用心哦，唔但唱也得衣着有准备。听他当各位法师，咩系你文笔记去赶走的哦，很用心。文笔记老太太分享一下了解参加的心得。今日当欢喜来参加了节目，今日做的个3倍偏背很爱讲用字本爱识，今日有透过老师本来一的意见，爱含白做的吧，他爱学习本来请求冇有专业些，有好多动作，对不对？专业老师，谢谢。所以我看要做的吃做可能甲人吹做呀薯条的料理，啊你拜过来比赛啊？做得嘛，还有人心球啊，我也跟下来，做得，啊你拜老老公啊，冇都前辈翕相的，还唔来比赛啊？好，感谢你哋。大家来问一下燃主阿姐哦，基本呢表现最好的13年哦，让大家分享一下基本呢参加的感想好吗？今本日当欢喜来参加一家之主的节目录人，平常时应该是看电视听啊，今本日往爱上电视嘞哈。哇！欢喜啊，深门了解台出事的指头，深门了解主持人按亲切的这副爱调哈，深门大家。什么？我都没动幸福啊！做在学堂，你本日没有准备个菜，我们都好像是你的儿子女儿一样，本日照顾嘞。先忙。大家来问一下水印阿姐哈，今本日天秀啊，燃主阿姐，两啥分工合作，表现异好吼，让大家分享一下参加的感想好吗？当欢喜今日来参加了这节目吼，主厨嘛当袂到啦，啊去这个料理个头层啊，了啥嘛好多动作，这都小技巧部分啦吼，先忙，恭喜！这个好多动作哈，虽然有好多哈，不过还好建议下观众朋友，小熊软糖千万别轻易尝试，等下比较别事情哦。总共呢，其实哦，嘿，爱老婆亲哦最有福气哦，做的食到太家带了按赞的料理，而且啊，大摆也得来参水站，下一次都会很想来，而且都老人力用啥动作去干，每个老来叫阿娘来下，故说了摆第1摆来，下2摆来就冇紧张啊，过来参加比赛哦，吼。
哎呀，13年哦，教青安好吼，根本吼两组吼全系大头命，你下结果咪系当好，所以非常欢迎所有嘅好朋友啊、亲戚啊，强下来报名参加，欢迎大家积极报名哦。冇唔错，一家之主就带你强下来挑战，分享赢不开好秘辛，和你拜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